住宅豪考下你啊！上研一期就超額認購爆買啊，二期又公佈咗啦，你估下二期同一期有咩分別？我知，而家二期嘅三房除咗承襲咗一期嘅傳統，可以撚間開放式有優惠之外，仲可以撚多間一房或者兩房，而家即刻減100萬啦！減100萬，快啲帶我睇下間三房啦！快啲過嚟！哇！住宅豪呢個三房個廳咁大咁四方咁闊落嘅，呢度幾多尺啊？呢度713尺，我哋而家即刻入去單位入邊睇睇啦！布丁，睇完個廚房之後，你又覺得點呢？個廚房其實好闊落嘅，可以容納到好多嘢嘅。但係就想問點解咁多個櫃嘅咧？咁個雪櫃擺喺邊啊？雪櫃咧就係呢一個位。咦，係喎。咁洗衣機咧？洗衣機咧就喺呢一度。咁呢道門咧？呢道門咧就係屬於工人姐姐嘅專屬套房，而且同你講埋呢度仲有個淨水器，係會送埋俾你噶。哇，好大啊！呢度煮完嘢食可以放好多嘢啊！呢度 OK good。咦，住宅豪點解而家已經咁多人嘅？係咪已經開始入飛啦？冇錯啊，上研嘅第二期而家已經開始收飛啦，嚟緊下個禮拜好可能會截飛噶啦，記得快啲嚟揾我哋啦！我係布丁，如果係住宅豪，每日帶你睇盡香港豪宅。上車。